OK， 这个事情整体的这些全部要弄完。主编，我有点事儿想找你商量一下。你先去忙吧。什么事啊？坐吧。主编，我想争取一下这次去国外报道赛事的机会。我说了，年龄太小了，不合适。但这次所有同事中，我觉得我是最有能力胜任的，而且我会3国语言。我考虑一下吧。对，怎么了？我有事想跟你讲。快说，什么事儿？我想去北京找浩哥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什么事儿呢。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？我想浩哥，我每天见到峰哥那个样子很高冷，我都发怵。周瑜嘛，他妈妈身体不好，每天照顾他，我也不好意思烦他，我就突然就想到浩哥了。我想去北京看他，看看他的伤，顺便可以帮你打探一点小道消息。我还需要你打探小道消息啊？过2天吧，过2天批你假。上次锦标赛你拿了个冠军，是不是？2天，给你2天假期，作为对你的奖励。谢谢教练啊，谢谢教练。周宇，妈妈最近恢复的不错。上次放弃国家队的资格，实在是可惜。省队呢，最近马上迎来锦标赛，队里只剩下高峰、胡景天，其余大多数都是年轻队员。教练非常希望你能回去。教练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但是，我妈现在更需要我。我知道，但是如果这次再放弃，周宇，你的职业生涯恐怕就要结束了。我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承受。再想想，顾教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说这些。老板，来碗面。哎，您先看一下菜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我啊？怎么会？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。那就好。啊，谢谢你。我都知道了，那几笔大订单都是你推荐的。我得去继续下一单了。你赶紧去忙吧。好。喂，张哥啊。啊，我之前听说你们公司要订那个团餐，对不对？啊，
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家面做的特别好吃，你看帮个忙呗。好，那谢谢你啦。啊，就是顺手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还不是因为咱家面好吃啊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都是要谢谢你。对了，你接下来什么计划？照顾我妈，然后再把面做得更好吃一点。那你真的不打算回泳队了吗？其实周瑜，你知道吗？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是支持你的。但是这件事，我觉得你应该再考虑考虑，因为我知道，你对游泳，就像我对我的白金感觉一样，永远都是割舍不掉的，对吗？你好，你好。俞敏仪。好的。体温有些偏高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正常的。哦，那就好。谢谢。周瑜，你怎么来了？跟你说件事儿，5分钟就行。你是来找我回去的吗？是。泳队真的很需要你，泳队的大家也都很需要你。我的情况你知道的。周瑜，我们一起在泳队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们一起比赛，一起进步，一起拼命。难道泳队就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吗？再说了，阿姨身体不是好了很多了吗？我在我妈没有完全康复之前，我不会回去的。周瑜，以后别浪费时间来找我了。妈，你干嘛呀？收拾收拾。不是你收拾干嘛呀？你病还没好呢。我问你大家来干嘛？他你需要那么多人来请你吗？当初是谁哭着喊着要去游泳的？你不回去是吧？我儿子是个胆小鬼。不是。你不回去，我回家。妈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我都听你的。
医生，我的情况是不是不太理想？哎，是啊，你的肩袖损伤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。你的右肩磁共振显示，冈上肌腱有部分撕裂，冈下肌腱有少量积液，周围的软组织也有轻微的肿胀。如果今后你还想正常的生活的话，我建议你马上停止一切高强度的比赛和训练，马上开始手术。医生，我后面有非常重要的比赛，我能不能采取保守治疗？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的情况必须马上手术。让我想想吧。你好，请问606号的病人去哪了606室的吴浩吗？啊，对，我。他应该是去门诊楼做检查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再问一下啊，他这个情况的话，多久可以出院？出院？他这个情况好像短时间内不可能出院吧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那咱们继续吧，我眼睛看不太清楚。眼睛也看不清楚。你再做一下检查吧。好。浩哥，哎，景天，你怎么来了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我还给你带了礼物。哎呀，这破费的。对，小小的破费了一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我谷教练跟我说的，我就自己就来了。怎么样？你肩膀好了没有？行不行啊？我恢复的挺好呀，过2天就回去了。过2天啊？那我在北京，我多待几天呗。我刚好第一次来北京，我也想玩玩，然后去看国家队。好啊，有机会就带你去，是吧？走进去，别在门口聊。好。走吧，跟我来。好。这趟值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，这里的景色都绝美。绝了绝了！哎，我说，你这个平时都不在枝江的人，怎么比我还了解这儿啊？解压呗，每天训练完，刷一下旅游的攻略，就感觉特别的放松。你这是身在赛场，心向远方啊！哎呦，你就嘴贫吧你！还是我哥好，不像我那个闺蜜，我都要出国了也没空来见见我。你是说梁冰冰吗？我记得她是马术运动员，可能是训练时间太紧张了吧。你也别太小心眼，运动员的时间多宝贵，你是清楚的。那你说这些我都理解，而且他除了比赛训练以外，还要帮忙照顾周瑜母亲。需要我的话，我是愿意过去帮忙的。你还是那么喜欢操心。哎，我说，你也没来过这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一看就是。想想也是，你平时日程这么忙，哪有时间亲自出来玩？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其实你也要多放轻松点儿。你已经很优秀了。通往荣誉的唯一道路就是血汗，这是我入队第1天教练就对我说的话。辛苦很正常，不过我已经习惯了。
你怎么这么老气横秋啊？来，我们俩合个照。3、2、1，茄子。喂，景天。峰哥。哎，那个5号情况怎么样了？浩哥他好像不太好。我刚才看他抽积水，他那个样子，哦。哎呀，5号现在是挺不容易的。不过你也别太难过。他之前遇到了那么多困难，最后都挺过来了。我相信这次也可以的。峰哥。你说浩哥他还能跟我们一起训练吗？咱还能一起比赛吗？一定可以的。好，峰哥。大赛将至，人们对游泳项目是否取得佳绩十分关注。可是此时，5号旧伤复发住院，我又退出了国家队。高峰因打人事件引发的余波效应还未散去，浙江省队再次面临出战危机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又开始胡思乱想，猜疑高峰离开或加入国家队可能与其父高从有关。过多的关注以及无良媒体的过分解读，令高峰的状态又陷入了低谷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那个高峰吗？是啊，就是他。你看，你看，是他，好驴呀他！真是。高峰，你还好吗？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，运动员都是靠实力说话的。相信你一定会用成绩击碎这些流言。那时候的高峰沉入了谷底，没想到时间过了这么久，众人又一次把关注点放在了高峰身上。这一次，即便听完了顾里安慰他的语音，高峰的心情也依然没有好转。有关高峰的新闻发酵后，身处北京治疗的5号和陪同他的景天也看到了这个消息。作为老大哥，5号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我们4个分崩离析。进，医生，请坐。医生，我想好了，我还是先做保守治疗，保证我在1个月后能参加游泳锦标赛。以你现在的伤势，
即便你降低你的训练的难度，每天训练结束之后马上进行长时间的治疗，但还是无法遏制你伤势的进一步恶化，你明白吗？万一你的训练当中发生更加严重的肩带撕裂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明白，医生。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对你进行具体的治疗。哎，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啊，在你恢复训练之后，千万要注意运动的强度，千万不要过量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我从医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碰到你这么执着的年轻人。运动员嘛。景天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啊。喂，高教练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见见你。咱们的女儿很优秀，裴真，谢谢你这些年把冰冰培养得这么好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当然想把最好的都给她。听说明一姐病了。啊，对，因为这个事情对周瑜影响挺大，他都想放弃进国家队了。那我想去看看她，你有空吗？啊，有空。嫂子。哎，姐，裴真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不久，听老梁说你病了，特地和老梁来看看你。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嫂子，你怎么一个人呢？他们俩呢？他们俩去打饭了。来，快屋里说。来，嫂子，你把盆子给我快，把盆给我来。哎，不用，来。姐，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看过你，真对不起。哪儿的话呀，这些年呢，也多亏了有光，一直照顾我们母子俩。要说得感谢你们呢。嫂子，你看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。我来吗？哎，我来就行。你爸妈也在。相比有光对你们的帮助，那你们对我们家的恩情真的是，我远远都不够的。想想当年周全哥要不是为了救冰冰，就不会。哎，每次想到这事儿，我心里特难受，就特别堵得慌。周瑜。冰冰，哎，
冰冰，都怪我，不该瞒着孩子的。没事儿，嫂子，别担心，我去跟孩子解释一下。啊，佩珍，你陪陪嫂子啊。好。嫂子，别担心，咱们先进去吧，他一定能说清楚啊。走，进去休息。对不起，我以前不知道，刚才我是第一次听说。你没有必要说对不起，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小云，你走开。刚才你在病房门口只听到了这件事情的只言片语，事情的整个经过你并不了解。我是不了解啊。你了解？你了解为什么瞒我这么多年？因为当年我不希望这件事情的发生让你放弃游泳。冰冰还在上小学那会儿，体能不好，游泳技巧也不好。他们老师带他们同班同学出去春游，没想到在湖面上划船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船里的人全都掉进了湖里。当时你爸爸碰巧就在附近，他毫不犹豫的就跳进湖里去救人。春天湖里的水是非常冷的，你爸爸一个又一个的把同学推上岸，没想到在最后救冰冰时，他用尽了所有的体力。最后他努力把冰冰推上了岸，他自己却没能上来。这些年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事情的真相，我就是怕你心里背上包袱。你认为这些年我对你全力以赴的训练，只是为了弥补和补偿当年你爸爸为了救冰冰所做出的牺牲？小雨，你是一个在游泳上非常有天赋的人，跟你爸爸一样。我不希望你因为你爸爸当年这个事故，而拒绝我对你的训练，放弃游泳。你爸爸是个英雄。他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爸爸，你怎么游泳技术这么好啊？难道你天生就生在水里？哪有啊，你游的比爸爸小时候好多了。你的天赋有爸爸的遗传，爸爸呢是遗传给爸爸。那为什么要学游泳呢？你知道吗，鱼儿？其实啊，游泳不光是一项运动，它同时啊也是一项技术。当初爸爸学游泳的目的啊，不光是为了出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，更是为了能救更多的人。周宇，听说你爸爸为了救人牺牲了，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都上晚间新闻了，我都看到了。周宇，你爸爸真是个英雄。周宇，你爸爸真是个英雄。你们别胡说了，我不要他是英雄，我只要他是我的爸爸。反正你爸真的是个英雄，所以你才这么针对我。小时候，我妈跟我说过，我爸是英雄。我的同学也跟我说过，我爸是英雄。曾经王继飞，他也跟我说过，我爸是英雄。
今天光光也跟我说，我爸是英雄。其实我知道，我爸一直是英雄，永远都是英雄。你说你在这医院住的舒服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吧，条件。哎，行吧。那中午吃啥？我点个外卖。高教练啊，高教练好。那我先出去了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好。哎。你的肩伤怎么样了？正在恢复。作为你的主教练，我太了解你了。有什么难事儿，总是放在心里，以为自己能扛到底。如果去比赛，你的肩伤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，你还要坚持吗？我想坚持。这次锦标赛是我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比赛。我想拼一把。如果你想好了，我支持你。浩哥，我能问你个事儿吗？说。你是不是不会跟我回泳队了？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刚才看到高崇教练表情挺严肃的，他是不是让你退役啊？小子，你想多了。高崇教练是来支持我参加锦标赛的。真的假的？当然了。我们4个还要一起上领奖台呢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。哎，你不还想去国家队看看吗？我训练要紧，国家队，我什么时候得冠军了，什么时候就直接去国家队了。哎，你小子这个心气可以啊。5号即将归队，我妈也康复出院了。高峰和胡景天把他们做食物的第一次献给了我妈。尽管高峰面临风波，但他并没有一蹶不振，轻易放弃。你这个是不是有点紧了628宿舍的小伙伴们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会相互支持，互相帮助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彼此关心，团结一致，就没有越不过去的障碍。周瑜，周瑜回来了。
给你们10分钟的欢聚时间，来吧。终于回来了你。看胸没少练啊。哇，瞧你的小肌肉，哇靠！还在想着网暴吗？没，在调整。那很好，尽快调整到最好状态。没想到网暴啊，对峰哥影响还挺大。我觉得这事儿要不解决嘛，他状态很难恢复。咱们要把拍视频的人找到，这样他才会彻底放过，对吧？哎，号个电话，峰哥，号个电话，视频快。Hello， 哎，浩哥，你咋样啊？那边？我挺好的，快恢复了。你们呢？啊，我们挺好。对，我们训练呢，我们在训练呢还。哎，高峰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最近怎么样？说话啊？挺好的。对了，你的事情解决了吗？我有一个朋友，这个应该可以帮你解决一下问题。顾离对高峰的关心，总是出于实际的想要帮到他。在顾离忙着出国的事宜之前，还安排高峰以省队队员的身份去了一趟残疾人游泳训练中心。陈教练，他想让高峰看到残疾人对于游泳坚持的意志。教练你好。你好。是啊，顾离跟我说了，一切都贵在坚持。你们过来帮忙，非常感谢。顾离希望高峰能看到这些坚持，继而重燃斗志。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自己能更加坚韧地走下去。教练，哎，他们平时要游多久？我们一般平时的日常训练呢，基本上在8000米到9000米之间。那么一般如果说碰到比赛前，那我们的运动量就会更加大，会达到10000米以上。那他们这样游的话，身体能吃得消吗？你是觉得他们残疾吗？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太了解这个。因为很多人都跟你一样，都认为我们残疾人运动员受不了。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，大家都一样，必须贵在坚持。你看，就像我们这儿很多运动员，原来都跟你一样，是省队的运动员，但是因为发生意外以后成为了残疾人，然后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了一名残疾人运动员，进行了自己的努力，有些成为了全国冠军，更有些人成为了残奥会冠军，我都特别佩服他们。他们真厉害啊！顾离跟我说过一些你的事情。其实，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，不光需要天赋和努力，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热爱。比如说，这个游过来的运动员，在他发生意外之前啊，总是觉得父母逼他在做这件事那件事，然后发生意外以后，他觉得自己不用游泳了，感觉松了一口气。但是他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脑子里总想的是游泳，这不就到我这儿来了。哎，阿姨情况怎么样？还算稳定吗？他不稳定，我也不敢回来啊。但是以后肯定避免不了老往医院跑。嗯，你放心，体校都知道，教练们也都能理解。别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
那件事情过去没有？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我还等着跟你比一场呢。我好多了。等我准备好了，我会喊你的。这一期的耗材情况虽然有一点超支，但是其实是正常范围内。校长你在这儿。哎，我有事找你。你先回去吧。你说吧。梁有光要停职到什么时候？现在2个队都是我在带，你们不辛苦不记得这事儿了吧？哎呀，你有事啊？慢慢说。梁有光的事情有那么严重吗？要停那么多天？游泳锦标赛你们领导让上去比吗？梁有光不回来，怎么超越隔壁省队？怎么超越王继飞？做梦吧！老谷，咱缓缓。好的，你先别说，我还没说完。当初请梁有光回来是你们决定的，现在停职也是你们决定的。感情你们在闹着玩呢？把省队这帮孩子当什么了啊？说换教练就换教练，说停职就停职。不行，你必须马上把梁有光请回来。哎，老谷啊，你的意思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跟局里再反映一下。早为什么不反应呢？校长，要不然这样，我沏壶茶，咱慢慢说。郝迪，一会儿我找你也有事。哎，老谷，老谷，你觉不觉得他越来越像老梁了？不过也是为咱队里好。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来看我了？这次不是要去外国吗？要去3个礼拜呢。我想着，就顺路过来看你一下了。周瑜最近还好吗？还好啊。他妈妈情况好多了，他也就自然安息回队了。哎，坐下说吧。对了，高峰，前段时间的无端报道，你别太在意了。你也是知道的，前一段时间的流言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。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进国家队是因为我爸。只要我有能力，我随时都可以进国家队，不差这一次。其实吧，我这次去国外，也不是什么好差事，搞不好还会丢了这份工作。有时候，当我做采访和别人起了争执，我总是会想，会不会别人才是对的那个，而是我错了。每次想到这里，我就会特别紧张。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啊。我们教练原来给我们教过一个叫做表象理论的东西，那里面大概就是说，通过暗示自己，然后就从而提升自己的运动技能，还有控制情绪的能力。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。你心里面你就想，我顾里，我就是最牛的作者，我写的稿子最好，没有人能比得上我。然后把你的气势控制住，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成功的机遇。没想到啊，高峰，这么会安慰人啊！但是啊，我们专业运动员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。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。有道理，我也得好好提升自己的硬实力，顺便向前辈同行学学他们的技巧。没错。时间不早，我先走了。这么早就走了？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啊，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在国家队了。哎，你明天几点的飞机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送你去机场啊，这个要求总不过分吧？行。走吧，我送你出去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一走就3周，我又不知道该找谁说话了。你不是还有那么多队友吗？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，有些话我只能跟你说，不能跟他们说。
哎，顾里，这么早就要走了吗？啊，可得提前准备一下，3个星期。3个星期？到时候见。顾里，你走之前跟主编打声招呼啊。啊，赵聪。对，我知道。高峰是来找过我。不过我知道啊。喂，周宇，我跟你说，峰哥他根本不是思考一下，他要出国，你快去牵着。你这是干嘛？我来补签去北京的那个假条。啊，我知道。周云，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不游泳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游下去。我的梦想就拜托你帮我一起完成啊！认真的吗？爸，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，这泳我不想游了。从小到大，你对我说过的话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每一个字都刻在了我的心里。哪怕我不游泳了，哪怕我明天我就出国，我找个小镇我躲起来，我也还是甩不掉你，因为我总会想起我有一个爸，他对我从来就没有满意过。喂，哎，高峰。高峰，高峰，高峰，周宇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？什么？昨天还劝过我，今天自己就要走了。你就是个逃兵。周宇，我先别说话。你现在对得起梁教练和谷教练对我们的辛苦栽培吗？现在好不容易有好成绩来报答他们，你却要走了。是吗？跟我回去！哎，跟我回去！你先放下，放下！你俩干什么呢？啊？你俩开我箱子干嘛？哦，这个是你的箱子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不是，那他为什么来？我是来送顾离的。好，这样啊，那是我误会了呗。那我帮你收拾行李。哎，别！你要是把高峰送我的玩偶弄坏了，我就要你好看。谢谢你啊，这么关心我。嗨，这胡景天真是不靠谱，搞这么大乌龙。你第一天认识他呀？我肯定不会离开的。我答应过顾离了，从今以后，不管外界对我的评价怎么样，我都会坚持游下去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自暴自弃了。是，那确实是我多虑了。那个顾离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箱子摔了。行了，你也别尴尬了。多一个人送我也挺好的，顺便还能增强一下你俩的感情。我要登机了。好，行，那你
去吧。你去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！你到那边又是要采访，又要自己扛机器的。啊，你如果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随时跟我讲，我做你的那个情绪垃圾桶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周瑜，帮我跟冰冰说一声，我怕她太伤心，没让她来送我。哦，好，我给你带一嘴啊，放心吧。那我走了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去吧。你们准备好下午行动，收到回复。地址拿到了吗？下午2到3点等通知。周瑜收到了吗？收到请回复。周瑜，看手机，5号艾特你了。喂，疯子，帮我忙呗。有事儿你说话，浩哥。有个视频，你帮我查一下。啊？什么视频？是这样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啊，好，那给您添麻烦了啊，谢谢，好嘞，那就等您消息。好嘞，哎。怎么样？那个恶意视频，警方已经开始追踪调查了，一有消息就会尽快通知我们。太好了，希望有个好的结果。是啊，希望吧。你也别再上火。景天，顾景天，你吃慢点儿，还有时间呢。有消息了吗？不对呀，我也没号码，我怎么知道？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消息他们，没办法，只能先等着。不是，你们先别着急，先等着。地址有了，走。景天，咱们今天训练计划是什么呀？游1000。哎，趁现在没上车，我嘱咐你们几句啊。一会儿到了之后，浩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呢……哎呀，行了，一会儿周瑜，你到了以后，赶紧把人控制住，我这个时候赶紧拍照留证据。景天，打电话报警，
听明白了吗？哦，好。峰哥，你别紧张。哎呀，不紧张。你也别紧张。我看你挺紧张，我不紧张。哎，车到了，上车。是这样吗？对，走吧。高峰陷入了巨大的困境，而628寝室的小团队不打算让他独自面对这一切。我们密切配合，为了证明高峰的清白，想了很多办法，然后决定收集证据，帮他洗清冤屈。怎么了？别走，去走。快！我怕他认错了。一会儿先别打草惊蛇，你们俩先进去啊！我在外面等着你们，然后一会儿有什么消息直接给我打电话。等到没有问题就直接喊我进去，听明白了吗？好，OK。老板。 老板，两位是拍照还是寄照片啊？啊，拍照片。哦，那是证件照还是艺术照？艺术。行，那是两位一起还是您先？我先。你先吧。好。哦不，他先。行，跟我一起来吧。好，谢谢。 站这好了。这儿啊？对。我站这儿吗？哎，好嘞，来看一下哈。往你的左边去一点。哎，好，不要动。找到了吗？没呢，快点啊！好了，你过来看一下吧。我看看。你看这些图都不错吧？我这笑的也太不自然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比你不会笑的多了去了。而且你看你长得这么帅，我后期一修啊，包括我这个灯光一打，你绝对是帮你修的很好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放心。那你给我修自然点。哎，对。包括呢，你后面有什么问题，你都可以问我。好，拍完了。到你吧。我拍吧。走吧。好，走吧，去吧。快，我怎么知道？多拍点啊！